大家好，我係梁雅蕾，而家就讀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及生物醫學學科係2年級，好開心可以嚟到趙生漢藥院向趙生中醫師學習關於傷寒論嘅知識。乜嘢叫傷寒論？傷寒論又叫傷寒雜病論，贊成於中國東漢時期，係將仲景繼承《神農本草經》同埋《湯液經法》嘅經方醫學。傷寒論主要論述着湯液經法嘅經方醫學，並博採眾方。更重要嘅係，佢將百綱辨證理論加入咗半表半里嘅理念，創建咗六經辨證理論。歷代醫家包括朝鮮、日本、韓國等醫家皆統其為經典。胡希樹先生師承經方家王長征衣缽，成為咗我國著名傷寒論大家。胡希樹先生又名胡喜樹，出生於遼寧省瀋陽市五岐村人，生於1898年3月，死於1984年3月1日，享年86歲，葬於北京燕山塔陵。平生精研仲景學說，生活樸素，步行上落班工作，喜愛棋藝、足球，飲價廉實惠、八竿下豆。